大家好各位电視機條前嘅阿哥、阿姐、阿姐你好，我係今本嘅跳舞嘅先生李友生。在開始跳舞以前呢，先來做暖身運動然後我喺跳呢，你看哎呦4、5、6、7、8，彎片2、3、4、5、6、7、8做對，彎片3、4、5、6、7、8，1、2、3、4、5、6、7、8，彎嘅肩頭1、2、3、4、5、6、7、8，1、2、3、4、5、6、7、8，彎片1、2、3、4、5、6、7、8，1、2、3、4、5、6、7、8你嘅背弄骨哎呦，你看1、2、3、4、5、6、7、8彎片1、2、3、4、5、6、7、8 OK， 接下來你嘅腰骨1、2、3、4、5、6、7、8，1、2、3、4、5、6、7、8，彎片1、3、4、6、7、8，1、2、3、4、5、6、7、8你嘅膝頭聽聽嘅腰片1、2、3、4、5、6、7、8，1、2、3、4、5、6、7、8彎片聽聽嘅要注意3、4、5、6、7、8你嘅手腕右拇足哎呦你看1、2、3、4、5、6、7、8彎片1、3、4、5、6、7、81、2、3、4、5、6、7、8，1、2、3、4、5、6、7、8接下來呢我們的暖身運動呢就已經做完了，接下來要進入正式的舞蹈教學咯。OK 大家嘅暖身運動做得清後身體呢都已經這樣暖乎乎了整個身體都會覺得很暖了，對不對？接下來要做一個東西很簡單，前面有做過。那 hip hop 的動作呢，街舞這些東西呢，就是想象嘛，然後再接，比如說同手1、同手2、同手3那你也可以做同手1、同手3、同手1把它這樣 A、B、C 交換。那我們接下來教呢，跟之前教有一點點接近，大家可以往前去算是一個簡單的複習。可是呢，它都在一些動作的片段當中，那我們把它拉出來練習接下來要教一個側面，大家看一下比較簡單側面看得比較清楚來看一下那我們現在腳往前踢這樣子踢踢踢踢一樣左右左左右左右右右左右右但是呢，這個踢呢，當你加上這個 bounce 這個重力、這個彈跳這個感覺的時候呢，它就變得是這樣，嘿，有沒有？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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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會這樣打打打打打打打。好，我來做斜的給大家看一下打打打打打打打，可以嗎？側面就這樣打打打打打打打。那 hip hop 是一個很自然的東西所以呢，我們就是把手一定會這樣子，剛好這樣子，左腳踢出去的時候，右手一定會剛好伸出去，因為這是人自然走路的動作嘛，對不對？人自然走路的動作就是這種感覺。那只是呢，我們加了一點點重拍的感覺，有一點像在叫前面的人，有嗎？壓片，OK 嗎？有點這種感覺但是呢，我們呢就考驗一下協調性，所以我們就都做了左右左左右左右右。這是最簡單最自然的方式，所以呢，用這個方式呢教給大家但是不代表 hip hop 就只有這樣子，所以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這個左右左左右左右是很常用的一個方式。預備 ，Go， 踢踢2次，踢踢2次。那第二次你可以決定要不要跳2次，
好，一般来说，如果你在这个弹跳的状态下的话，基本上是会跳2次的，好，就会顺顺的跳2次。好，所以我们接下来把第一个8拍做一次哦，预备 ，Go， 1、2、3、4、5、6、7、8，好，这就是很简单。然后刚刚呢有做一个这个开合，对不对？在我们这个前面的动作，前面几节动作有在做到这种开合、开。其实它在这个刚刚是用客家的语言讲嘛，好，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开合的感觉，对不对？好，那其实它的有一个正确的名字叫做 Happy Feet， 快乐脚，啊，很像那个电影里面的快乐脚啊，那个很可爱的企鹅啊，电影的快乐脚啊，它就做这样子。OK， 也就是这样，一样，我们就是右左右左右左，开，脚把它放在脚里面哈，要注意哦哈，脚膝盖要保持这个弹性的感觉，啊，膝盖要保持这个弹性的感觉，然后起来的时候呢，刚好起来的时候呢，把脚打开来。把脚打开来，哦，很自然的打开来，然后很自然的放下去，哦，不用刻意跳得很大，也不用刻意跳得很好，重点是这个节奏感刚好符合在这拍子上面，跌到了，哦，两个人这样子，身体跟这个音乐结合在一起，有个恋爱的感觉，有个恋爱的感觉，好，预备哦，第二个8拍，预备 ，Go， 1、2、3、4、5、6、7、8，好。从头第一个8拍接第二个8拍哈，预备 kick， 1、2、3、4 ，U 走 ，U 等拉起来，2次，拉起来2次，接下来呢往前踩，第3个8拍踩。好，刚刚我们是不是做这个？前面几集有做这个开口诗，啊，口周时是不是有这个？啊，但是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大一点点的感觉，啊，大家如果还没有记得之前的动作的话，也可以以这一集为主，或者是回去看都可以啊。接下来要来看一下，啊，把这个动作做大，但是我们不交叉了，我们直接在原地。这个动作我们做侧面给大家看哦，拉起来，往下踩下去。只有4个动作哦，好，再看一次哦，1、2、3、4，没有了，就只有这4个动作。往下踩的时候重拍，1、2、3，可以吗？好，就是这样子，来看哦，重点在下面哦，咚，利用这个弹下去、掉下去的感觉弹上来，所以呢。你看到我们拉下去往下踩的时候，利用这个蹲下去的感觉，脚撑不住了，赶快弹起来。脚撑不住的时候，赶快弹起来。好，只有这4个动作，1、2、3、4、5、6、7、8。好，一样哈，我们做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好，所以呢，正面看起来会像是这样子：1、2、3、4，左右左。好 ，OK， 好，从第一个8拍开始哦，预备，T， 1、2、3、4、5、6、7、8，开合，快乐脚往2下，快乐脚往2下，踩，再回到快乐脚，2、3、4、5、6、7、8，啊，整个动作非常简单，就是1、2，通周1，通周1，通周3，通周1，啊，大概是这样，1、2、3、2的这个排列组合。我们来跟着节奏顺的来一次哦，来，5、6、7 ，Go， kick， 动次打 ，kick， 动次，快乐脚，1、2、3、4、5、6、7 ，Go， 右左右左右快乐脚，1、2、3、4、5、6、7、8。好，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走一次，然后感觉一下小小的动作做好啊，
大概记一下，把那个律动感练起来，慢慢再把动作做大。好，预备，音乐，请走。小小的就好。好，做侧面给大家看哦，小小的，快乐脚，小小的就好了。踩，快乐脚，有跟到哈。好，接下来要试试看做大的动作了哦。接下来试试看哦，把这动作，这律动感，咚，哦，脚尖就会一直保持这种跳的感觉，这种跳的感觉。哎，对，然后膝盖练呢，这会帮助什么？骨密度的增长。好，所以大家如果骨质疏松啊，要稍微这样弹跳哈，好，稍微弹跳。啊，注意脚跟不要太多撞到地板，好，注意一下哈。好了，跟着音乐，我们来试一次哦，快的喽，预备，音乐 ，Go。快的，6、7，走，快乐脚，600，1、2、600，1、2、600，1、2、6，回快乐脚，蹬哒，啊，这样做就好了哈。OK， 看一下啊，莫按点了哈，莫按点哈，哎呦喂。太大力会怎样？不舒服，哦，头会晕晕的。我们就稳稳的做，这样子也可以。按勇做对，好，按勇做对，哦，按勇做对，OK 啊，跟着音乐，Go 100，预备，音乐走，3、4、5、6、7 ，Go， 快乐脚 ，Go。You 走，快乐脚，嘿，哈 ，stop。啊，大家做得真好，真站到，动位，啊，亲密100，做对冇？啊，做对啊，亲密100哦，音乐请走，3、4、5、6，弹跳 ，Go kick， 600。kick 600，快乐脚，嘿，蹦，哦，手可以试试看举得起来吗？快乐脚，好 ，ending pose 最重要，前面都可以跳坏，好 ，ending pose 一定要有，啊，态度要有，哎呦，走对吧？啊 ，OK， 啊，大家如果学会的话呢，啊，走对可以试查，啊，聊一下。按尾啊这啊，你看，还跳个哦，轻尾啊，轻桨啊，哎呦，hip-hop 感觉啊，懂厉害，啊，给自己一个赞哦，哎，还不会 ，easy piece of cake， 整个都很英文的感觉哈。接下来呢，要开始啊，那个动作啊，第一个动作。哦，给按用，很像拿铁锤，敲这边的，敲这边的感觉，然后我们这边敲下去，再换另外一边，敲左手，左手通常会比较不顺一点点，但没关系，我们可以继续照做哈，开始要拿高一点点，这样子，这样也可以 ，OK， 1、2、3、4，大概这种感觉。好，但是呢，我们加一点点跳难度，就会在这边这样1，好像那边有个这边有个缝，我们要跳过去的感觉，然后这边钉子比较远，我们要这样子，600，600，哎呦，做对吗？不会吗？好 ，OK， 好，跳的时候注意哦。这个拍子在踩下去的时候是第一拍，所以我们的 M 拍要先注意，6、7、8 and 1，这很重要，6、7、8 and 1，所以呢，这动作要怎么练比较简单呢？1的时候踩到嘛，所以是6、7、8 1，6、7、8 1，6、7、8 1，然后2的时候马上就过去，2、3、4、5。6、
7、8，啊，接下来呢，一样交叉的感觉，但是这次的交叉呢，我们做这样子，比较帅一点点。我们把脚往外打开，啊，这样往外打开，就是开收。然后呢，这个开收的时候呢，注意哦，我们要做这样2次交换，所以会往外开，哒哒哒。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脚要交换的时候呢，你要往右边的话呢，记得右脚在前面，会比较好做啊。但是呢，如果你很灵敏的话呢，哦也没关系，后脚也可以。那呢，原则上来说呢，前脚往你要去的那个方向倒，会比较好做一点点。这样子。那重拍在哪里呢？好，重拍很重要。蹦次咔次，蹦次咔，蹦次咔次，蹦次咔。所以我们脚会在外面打开来，蹦次咔次，蹦次咔次。好，这很重要哦哈。所以是动次打次，动次打，动次打次，动次打。注意那个节奏感哦。6、7、8 and 1，好，和这个一样哈。6、7、8 and 1，一样哈。6、7、8 and 1 and 2 and 3、4、5、6、7、8。OK， 好，那有外就有内，啊，有外就有内，待会会教大家哈怎么做，啊，往内的就会是这样子，1、6、7、8 and 1，好，就不一样了，我重拍在上面了哦，1、2、3、4、5、6、7、8，啊，一个是往外的哦，一个是往内的。但我们中间呢加一个动作比较好分开哈，所以我们在前面会做这样。我们一样哈，从第一个8拍开始哦，捶捶2次，捶捶2次 ，OK， 然后往外1、2、3、4，往外5、6、7、8，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动作哦，打开来，拨一下旁边，哎，打开来，哎。好，拨一下，哎，好像在叫人的感觉。打开来，哎，打开来，哎，啊，头可以看前面，头也可以看那边，哦，都可以。打开来，咚，咚，咚，收起来，收，夹，OK， 好，不开玩笑了，好，来，预备好，来往这边走哈，锤子哦，预备 ，Go， 1、2、3、4、5、6，重拍往后 ，and 1、2、3、4，重拍往后，7、8，打开来叫人，打开来叫人，打开人叫人，打开来叫人，这个时候刚好再往外，对不对？然后就拉起来，1、2、3、4、5、6、7、8，好，顺着拍子做一次哦，6、7、8，等1、2、3、4、5、6、7、8， 1、2、3、4，交叉2次，打开叫人，左边叫人 ，U 片 ，OK， 换收起来的，收 and 收，好，跟着节奏，好来做一次哦，6、7、8， 1、2、3、4、5、6、7、8， 1、2、3、4、5、6、7、8，咚，收起来，收，夹 ，OK， 啊，这样子动作呢，就是我们一整套的动作哈，给他来，等待节奏，好来试一下看看，好，预备，音乐请走，一样小小的做哦，6、7，小小的，右边，左边，右边，2次，开的，叫人，小小的没关系，好，准备夹起来的，夹，
夹，啊，哦，走在轻后，律动感开始有了。下次呢，看到你的小朋友就你哦，哎，早安，我进来，哦，有这种感觉，就是一个什么？人家说，哎呦，有学过hip hop哦，有学过街舞，某 Q 庸啊，啊 ，OK， 啊，接下来来试试看哦，正式要合音乐了哦，节奏刚刚试过了哈，就这么快了哦，6、7、Go。大概这么快哦，好，所以注意你的脚哦，打开的时候要注意哦，不要打太开。如果现在没有把握的话，不要打太开，慢慢的来，好不好？好，预备，音乐，请走。3、4、5、6、7 ，Go！ 打开的，开合，当，叫人，压片，左片，右片，夹的。啊，哎呦，阿姐，哦，可以啊，哦，开合压片有没有？要注意哦，往外打，哦，打开的，夹的，哦，重拍某 Q 用哦，哦，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哦，哦，走对吗？啊，来，啊，预备，音乐请走，3、4、5、6、7 ，Go！ 开的，夹的，啊哦，按会，哎，听一摆就会嘞，啊，懂会，请站掉，走的，哦，7米1拜哦，啊，准备调好气息，前面一个8拍的时候跟着这种感觉走，好，预备哦。预备，音乐，请走 ，Go！ 3、4、5、6、7 ，Let's go！ 1、2、3、4、5、6、7 ，Go！ 开的，叫人咯，动，合的，哦，啊。走了前后啊，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啊！走对，前后好了，那我们这阶段呢就做到这边呢，太赶了，休息一下啊，明天见，拜拜。